也是5月18號嘅早晨7點半。我也唔想去環保，也沒環保，也是。嗨，今天雖然是我生日，但是好像有點衰。布魯布魯布魯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天愛嘅英國維基百科嘅人。也是5月18號嘅早晨7點半。今年用按照好，今日係我嘅生日。今日係我嘅生日，我做嘅係特別嘅事情，就是充不錯嘅今日，我做咗嘅某方面嘅事情，然後就係我嘅今日我做咗嘅嘢。唔知大家有睇到冇？我基本要做嘅事情就係做訂閱嘅速度，係數碼操，就係做訂閱按出嘅速度做9日以上課。係，也係我基本嘅第一個發通。今天是我今天的第一個行程，就是教鋼琴。這位呢，就是我的學生。姐姐，祝你生日快樂！耶，謝謝。好，可以繼續練鋼琴了。耶 ，Hello，以令生日快樂！耶，我們剛剛上完社會學，我們現在要去吃便當。吃便當，耶，走嘍，拜拜。嗨，歡迎我們的老朋友，做東風。油膩呢個是環保，我也唔想去環保。也沒環保，也是。沒關係，反正是我們的午餐。耶，下課咧，一下就轉去休息，去夜坤，等下就嚟去試下個去就去吃幾頓糕喲。嗨，今天雖然是我生日，但是好像有點衰。我旁邊這位呢，他今天也有點衰，就是他今天被吵醒了3次。對，有沒有機會4次？只是我第3次的時候去審視，然後結果第4次。對，然後至於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學校今天有突發事件，然後就是所有的就是在宿舍的人全部都被疏散出來。至於是什麼事件呢？之後大家就再看看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對，因為學校也沒有交代給我們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對，所以我們現在就只能就是出來在外面嘍。對，然後我已經衰了3年的生日了，我真的是好難過。本來想說前面2年疫情好不容易就是趨緩了，好，沒關係，反正我晚上還有一個行程，我等一下晚上還可以去吃個蛋糕，吃個蛋糕總不會出事了吧？我要下時候也要去愛工作嘅傳統，吃椰潤糕喲。我現在就是剛吃完晚餐，現在我要去我打工的餐廳，他們要幫我慶生，耶！祝你生日快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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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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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拿别人啊，然后里面我还祝愿大家就是健康快乐平安，然后我们餐厅业绩长虹，耶！好，謝謝。第3个愿望我自己藏起來。好，可以吹蠟燭。哇，生日快樂！我今天達成了一整天都穿着族服的這個成就哦，我現在還是緊身，都是族服。
反正我今天就是一整天都穿着族服，对，蛮开心的。虽然讲，讲在学校，我昨天原住民嘅出国，我捱知道要係嘅當年文化融合嘅一隻表現，對我來講，也係我嘅成員，一定愛做好嘅事情，一定愛按照身份。我有這麼多的身份，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必須要做到的事情。對，我覺得我很棒。對，就是我除了傳承我們的客家文化之外，我也要去傳承我的原住民族的文化，這樣子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，給無面嘅樣片就到這裡結束，大家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入去，大家要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，歡迎大家記得來哦，下次要記得來哦，你們再會了。祝我们一家20岁生日快乐！